来消息来看，昨暗头啊，台东成功的基号渔港有民众告白出海，可能是风影上过大，风扫去成功渔港的外海，大约2公里的所在哦。加在有民众看到，赶紧报案，海巡队是派救生艇去救人，嘛加在讲有顺利救到人哦。海巡表示讲，今年附近都有3件 SUP 的救援案件，嘛讲目前 SUP 阁无相关的管理规范。 13点6点半左右，海巡署第13划巡队出动救生艇去成功渔港外海，把一个福海捞起的民众救起来。这个民众是为基回渔港徛准备出海，不过煞漂流2公里，一直到成功渔港外海，才叫路边的民众发现，报案甲救起来。接获118报案指出，在成功渔港外有一名民众从事 SUP 活动，因体力不支，请求本署协助。 本队获报后，立即指派新港安检所派出橡皮艇前往施救。根据第13划巡队的统计，今年到今分别执行兰屿、三河、甲成功地区拢总3件徛准备救援的任务。其他海域嘛有少数的案例，是民众徛准备一个楼起就去用救起来。因为东部海域大部分拢是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管理的。在开放海域了后，东管处今年4月份规划徛准备活动注意事项。 不过，敢若规划带团的业者的罚则，个人的行为目前是无处罚的规定。违反水域游憩管理办法的一个相关裁罚标准，可以针对业者处罚相关的一个罚款。那最低3万，最高到20万以下。如果您是专业的玩家，要从事这个活动，也希望能够结伴同行，依照我们的活动注意事项去备妥这些相关的一个设备。 开放海域了后，除了渔港的区域甲管制航道，无动力的徛准备差不多拢会当落水。不过，东管处强调讲，徛准备活动注意事项内底有要求，袂当孤人孤只船伫水顶徛准备。不过，这是真恶规范个人的行为，呼吁民众若要做徛准备活动，一定要找合格教练带队，才会当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